位于中正路国华街口的中正里活动中心已经被列为危楼，中央补助400万的拆除经费。不过，日前议会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，暂时将店铺扩下咧。上议员区里里面对该重建案，不满中西区区长伫处理过程无甲地方沟通，思考欠周全。尤其中正甲安海里合并为千草里以后，拥有2个活动中心。嘛无符合一里一活动中心甲里社区活动中心的管理办法，这一间根本就是中西区长一手热天。通通都是你一手遮天，你很厉害嘛。然后直到内政部营建署的公文下来了，你就赶快去贴满了整个活动中心。让在那边做生意，因为公共造产基金他们合法跟文化局租赁的摊商非常的惊恐，你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？如果说那个土地是你区公所的，未来是不是能够朝多功能的方向去做一个新建？因为包括我们之前的规划就是以多功能使用来作为规划的原则，我们包括是游客中心跟展演场，包括是我们活动中心的多功能使用。我们为了规划是说，我们会以那个活动中心的空间为主，但是它周边我们会规划为机车停车格，因为它假日是属于那个徒步区。那我们如果说在我们办理大型活动的时候，活动可以使用。据了解，中正里活动中心楼骹知名的美食摊商并无甲市府签约，市府以安全为理由，嘛希望因伫6月底搬迁。不过现在活动中心的400万店付款已经下咧，市府如何思考日后使用甲功能性、兼顾安全甲区域的发展，后续拢有待观察。但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。